后来继续来看真有名的建商伫台中推出的建筑的工地，深夜发生着大火。这个火烧到真美，因为工地真瓦高铁站，经消息派出着大批人力来灌救，武1点钟才把这个火来拍发。也毋过这个工地5楼到7楼。 结果有部分受到损害，都发局是命令业者要来停工。早起有民众听到家己所买的厝遭火烧，真担心，专工走到工地去查看。工地大火，暗时看甲真清楚，6楼以上拢总大火，搁拖到5楼，各工地工人赶紧拍影片发救人。相对这个消息8分钟后赶到位，因为火伤严，又搁挖高铁站，警消人员用1点钟才将火拍花，加在无人受伤。不过部分的铁机已经烧到变形啊，有要找人听到消息，透早就走来现场看。就是这几楼啊？你买几户啊？2户啊？他会不会担心？不担心啊。怎么说？希望他盖好，没事。将局甲督发局人早起入去会场勘查，要调查导火原因。 我们初步鉴定，如果说它有损及结构安全的话，我们会请他勒令停工，必须要减负安全鉴定报告。会场内受够乱，有不少铁机啊，拢已经因为高温变形啊。督发局强制业者会停工，业者对着这个代志无想要加讲。这个工地顶个月才有工人涉事尔，即摆又搁发生火警，督发局已经要求建商要加强工地管理。